大家好啊！我係中文科裏邊嘅徐信博士。咁以下咧就想同我講講咧，我哋最後一屆會考裏邊要注意嘅嘢啦。咁大家知道咧，最後一屆會考咧，佢有幾個特色嘅。一啲係傳統考開嘅問題，一啲咧就係話滲入咗一個新課程裏邊咧，佢要注意嘅問題嘅。首先講講第一張卷閱讀理解，冇咗指定課文，點樣去準備？咁第一張卷咧，我哋嘅準備咧可以分開3個方面嘅。嗱，第一我哋要知道佢係有一半係文言文，有時咧一半係語體文咁樣嘅係啊。咁語體文嘅部分咧，大家要掌握嘅咧就係內容啦。內容裏邊嘅理解咧，我哋要掌握就係短答題啦、字詞釋義以及填表同埋填充題。呢啲咧就唔係好深嘅。此外咧，我哋要注意閱讀理解裏邊嘅技巧啦。嗱，譬如話修辭、描寫手法，有一部分嘅文學裏邊嘅，譬如話佢押韻啊。呢一個以及佢裏邊嘅有啲咧，就要你寫大綱啦，同埋分析佢嘅段落結構。嗱，呢啲係屬於技巧性嘅，要做好準備嘅。第3個問題咧，就係話要發揮，以日常生活為例，將嗰個考試裏邊嘅嗰個內容就跳出咗嚟，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做一個比較嘅。咁同學咧就要注意幾個方面嘅。而至於文言文裏邊嘅閱讀理解咧，通常佢會考先秦裏邊嘅史記啦，以及明清裏邊嘅唐宋八大家裏邊嘅一啲嘅文字。咁我哋嘅文言文咧，同學要注意嘅就係話，我哋主要就係要理解嘅就係唔係嗌你熟讀四書五經，而係話要了解由文言過渡到語體文之間嗰個變化，就係話同義詞嘅組合。以及咧就係嗰啲加字頭字尾由文言變成語體嘅過程，因為佢要考改寫嘅。咁通常文言文嘅部分咧就冇咁深嘅，反而係內容嘅演繹多啲。咁至於第2張卷作文嗰度啦，嗱，作文3類嘅題目，大家知道滲入咗大陸裏邊好中意考嘅一啲嘅處境題或者自由題，其實我哋稱之為雜文可以。咁3類題目咧其實係有個方向嘅。第一類嘅記敘描寫抒情文，多數係考我哋嘅學校生活同埋日常生活裏邊所遇到嘅問題，譬如話集會啦，譬如話有朋自遠方來啦，又例如我哋將會考嘅可能啊，譬如話一個畢業典禮嘅場面啊，一個運動會裏邊嘅一啲嘅記載啊，或者機場嘅送別啊，諸如此類咁樣嘅問題。而第2類要考嘅咧論説文就係清一色咧就係考我哋對價值觀嘅一個評定，譬如話財富同社會地位係咪正比例嘅？又例如我哋應該追潮流定係保持自我？又或者我哋嘅教育方法應該係讚賞定係要嚴厲嘅？嗱，即係話論説文就一定係考我哋對價值觀嘅一個評定。咁我哋會面對嘅咧就係話，譬如我哋嘅保育以及經濟發展，我哋講發展體育運動，究竟係應該爭取名次定係友誼係嘛？咁即係話你對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嘅一個睇法嚟嘅。而第3類嘅作文題目咧，就係屬於一啲潮流嘅產品，即係話個雜文啊，多數都係因應咧新時代裏邊嘅出現嘅產品。譬如話以前咧你飲嘅係中藥涼茶，而家咧飲檸檬茶或者飲可樂。又例如現代社會有咗升降機，唔再係樓梯啦。又或者咧，佢會考你嗱，譬如話牛仔褲啦，又或者手提電話啦、電腦啦、互聯網啦，呢啲咁樣嘅潮流嘅產品喺我哋嘅現代生活裏邊，我哋經常接觸到嘅，即係話3部分。但係同學咧，作文裏邊最緊要注意嘅就係要審題啦。通常作文唔合格嘅就係因為離題，譬如話啱考完嘅有朋自遠方來，試過有同學咧咁啊。佢成篇文裏邊咧，佢淨係收到遠方嘅朋友嘅來信，但係由頭到尾篇文結束咧，個朋友係未嚟嘅喎。咁呢個詞咧就係要小心個形容詞同動詞啦。譬如如果我嗌你寫機場送別，你由頭到尾都未送別嘅，淨係話聽到個消息之後自己嘅感受，咁就唔可以嘅。另外咧，我哋任何一篇文咧，一定要注意自己嘅感情。嗱，人嘅感情咧分2部分，一部分咧我哋直接嘅感情。另一部分咧，考試想攞高分咧，一定要有一種升華咗嘅感情。咩叫升華咗嘅感情咧？就係積極嘅、健康嘅、有教育意義嘅、有啟發性嘅咁樣嘅感情。咁呢個咧先至係我哋攞升級作文嘅一個本錢嚟嘅。